自去年开始，所有这上市上柜的公司呢，拢爱来写这永续报告书。要毋过民间团体检视呢，所发现这58间的公司全部拢无做到动物福利，所以呼吁政府应该得爱重视。鸡含猪拢互人关伫小小的空间内底饲，看起来真无人道。即马有真侪食品拢大量使用动物性的原料，食品产业敢有重视经济动物的福利？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用国际上的食品企业动物福利相关的政策，落去检视58间就青就贵食品公司的永续报告书。调查嘛发现有真侪企业拢黑白写，也是无写。这58家里面没有一家他去制定了具体的动物福利政策。另外一个就是说，也是0家，这里面没有去设置一个专责的推动单位。根据金管会的规定，自2025年开始，有真侪上市上柜的公司拢爱写永续报告书。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摕去年这大间食品企业的永续报告书来做检视，发现无一间公司有做到动物福利。金管会表示，会阁去审查这个报告书，若是无完整的部分，会要求修正。未来也会参考其他的相关办法来做调整。中心也有定期审阅的机制，那这个部分审阅的结果，我们金管会这边会督导证交所跟柜买中心再去把相关的上市柜公司永续报告书揭露的一个情况，我们会要求他们再去做一些审阅，然后如果有揭露可能不详实或者是揭露不完整的部分，不需要再补正或者是来更正的部分，我们会请证交所跟柜买中心去做处理。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建议金管会爱参考国际上的规范，甲动物福利列出清楚的指标，引导企业落实，强化企业的永续和提升国际的竞争力。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